向平埔族非设立艺术史是从正规学以前嘅台湾男人嘅心思一本史实现出来嘅。台湾男人嘅心思是正规学以前嘅参与嘅社会运动过后所撰写嘅第一本史实。一个史实地位，其实地位就做看到，当到佢对台湾嘅历史政治族群嘅一个理解。向平埔族祖先非设立就一个当有代表性嘅事。第二地位，看到对开始佢讲人类史方式出现过嘅族群。台湾平埔人嘅原住完全对平壤消失咧，接下来消失两则事就贯穿嘅归属史，包括梅花鹿，包括阿里族嘅祖灵，包括蔡皮小、谭桥琴、多情嘅马塔等等，一條嘅消失，係消失啲台灣人嘅記憶地圖，咩消失啲平埔族群，佢哋自家可能冇辦法去認知到我自家係哪個族群，安樣嘅一種悲哀。故所對下地圖前面佢講到嘅，難做嚟對文獻方感知文獻嘅松樹係茫然嘅語物，佢認為台灣人應該要向一條曾經當長久喺到台灣土地，對台灣漢人移民過來時，才變成跌退嚟佢條喺個地方，失去佢條嘅文化，甚至失去佢條認同，失去佢條身份嘅一條人，而層層嘅真情嘅非設立，因為佢係台灣人嘅祖先，理解一條族群。要做得同情也規則過長，佢認為安樣將做得文化演出純潔善良嘅平埔族嘅後代，也就會穿越人類歷史嘅內臟，認識就會再生嘅新台灣人，藝術史做得去認識到，佢樣去理解族群，樣去理解台灣歷史。藝術史咧，台灣現代嘅作家詩人寫起咧。有關平埔族嘅作品，呢作品呢，主要都寫有6000年文化嘅平埔族，睇下土地上消失嘅一種悲哀啊！因為阿婆就係平埔族嘅人，你搬過來搬阿太做養母啦，你咪那邊係不卡人，係阿婆呢嗬。所以台灣人嘅血統裏邊呢，有70-80% 的有平埔族的血統，台灣的血液裏面有70-80% 都有平埔族的血統，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這是一個相當對不起祖先的地方也是我們台灣人知識教育系統的一個故意的那個隱瞞了，所以我要把這首詩寫出來也感謝他們讓大家知道說我們這些平埔族的世代就是一個再生的新台灣人，是這樣的一個想法同時我覺得兒童也平埔族多欠啦，道歉咁我都感謝呢，拜謝呢，有這樣的意思呢。